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利用今天中午的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 SOA 的董事会改革宣讲会中国专场。那 SOA 改革会，董事会的改革呢，作为我们今年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其实在8月到至今的时间，我们已经举办了非常多场的英文宣讲会。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可以为大家举办首场的中文在线的专场宣讲会。那其实呢，除了今天的宣讲，我们还将会在会员们10月13号到24号的投票期间，再进行第二场中文宣讲会。那具体的时间呢，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 SOA 的微信公众账号和邮件的通知。我们希望所有的会员可以在这个投票期间积极的参与投票。那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主讲嘉宾林毅东先生，Simon 总。好，我们请 Simon 总打开摄像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大家好。好的，Simon 总，中午好，非常感谢。那好，我也想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Simon 总。林毅东先生呢，现任太平洋人寿保险香港有限公司的联席行政总裁兼董事会成员。他深耕寿险行业逾25年，在亚洲区域内管理在保险业务，并在多个地区管理保险业务，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国际经验。那 Simon 总呢，于2018年和2023年2度荣任香港精算学会 ASHK 的会长。并于2013年起担任该理事会成员。那在过去的10多年中，他担任过 ASHK 多个委员会的主席，包括亚洲精算会议特别项目组、战略与法定路径委员会、寿险委员会以及会员与沟通秘书与财务委员会。那目前呢，他担任香港保险业联会的寿险委员会理事会成员。除此之外呢，Simon 总于2019年至2021年间担任我们 SOA 精算师协会亚洲委员会的主席。同时，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 Simon 总被评为我们去年2024年全球12位杰出志愿者之一。好的，那 Simon 总同时呢持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级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和香港大学精算学理学学士学位。他是我们 SOA 精算师协会正会员、香港精算学会正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会员、特许金融分析师、金融风险管理师、人寿与管理学学会会员以及人寿与健康理赔学会会员。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 Simon 总来为我们来解析这次董事会的改革。现在请我的同事把我们这次说明会的这个 PPT 来做个投屏。好的，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 Simon 总，谢谢您。好，谢谢 Lisa。大家好，非常高兴可以今天受邀向大家宣讲董事会改革线上说明会，感谢各位会员对 SOA 大力的支持。为何今天我们要讲这场 SOA 董事改革说明会啦？因为 SOA 董事会最近审批了一项提案，旨在加强董事会治理，使组织能更好的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能够服务我们的专业的领域、会员和候选人。SOA 希望真正算是 FSA 可以于今年10月对实施这些变更的章程修正案进行投票。现在 SOA 希望通过这次说明会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向大家详细的讨论此次重要的改革的内容，增进大家对这次改革的了解，提高投票的参与度。尤其是这一场是一个首场的中文的说明会，我们特别把今天的材料也是翻译到中文，那样大家可以好一点的去交流。下一页。好，下面我将具体的介绍今天提案的内容。SOA 致力于持续的改善营运的方式，为应对不断改变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本次 SOA 提出改革的核心的内容是打造一个融合多元点、具备未来所需要的技能与经验的董事会。我们期待通过这样的董事会，更有效的引领精算行业与 SOA 自身的发展。下一页。那么 SOA 提出改革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呢？SOA 多年来一直以良好的董事会、企业的管制和结构为荣。为了推动精算行业的发展，对
雇主、会员和公众更为有利。SOA 发现，在营运方式上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SOA 希望企业管治保持灵活、相关并有效，为精算行业及相关行业带来积极的贡献。社会在不断的演变，SOA 意识到5年前我们被认为良好的董事会治理方法，如今可能不再实用。董事会结构需要跟不断变化的会员的需求和外部的环境，行业也正在经历快速演变的过程，比如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大数据等竞争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雇主期待的变化以及全球监管的格局的变动等。现在是一个重新审视 SOA 董事会运作方式的好时机。SOA 可以提升董事会的整体的效能和效率，确保董事会的成员的时间和才能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这些提出改革使 SOA 审视董事会的各种的声音，比如说是技能、经验和观点。SOA 相信一个更具备包容性的董事会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并更好的代表 SOA 全球的会员。下一页。此外，SOA 专门成立了由10名成员组成的治理审查专项委员会，其中包括 SOA 精算师社会会员以及现任和前任的董事会成员，还有来自世界不同的代表，他们负责领导审查工作并提出建议。这些工作组成员是基于他们对企业的管制的广泛的了解而被挑选的。他们拥有全球企业结构方面的专业的知识，以及对法规条例的深刻的了解，并且他们也是有丰富的志愿者服务的经验。他们定期召开会议，审视面临的挑战，分析会员反馈和市场调研的结果。并提出有效的建议，以解决关键的问题，从而加强董事会治理和整体营运的效率。下一页。这次审查非常全面 ，SOA 通过刚才提到的会员的反馈、市场的调研、小组的讨论，以至外部视角等不同的方式，确保审查过程信息充分、包容性强，并且符合董事会和全体会员不断变化的需求。此个过程持续了数个月，工作组在整体过程中努力地聆听会员的反馈，并对提案不断进行完善。下一页。现在我先介绍一下当前董事会的运作的模式。SOA 董事会是由志愿者成员组成，他们在与董事层、在与领导层合作的制定策略方案发挥的关键的作用。这些战略使 SOA 保持灵活的反应能力和前瞻性的思维。SOA 董事会目前由18名 FSA 志愿者组成，具体结构包括3名主持的成员、1名当选的主持、1名候选主持兼副主持，以至1名前任主持和15名董事会的会员。目前，董事会为美国、加拿大以外生活和工作的1名会员保留一名职位。正精算师 FSA 需记账提名来参与董事会选举，之后同时由志愿者组成的提名委员会将审核所有的申请，对所有参选竞选的会员进行面试，并推荐候选人进入投票的环节。随后，投票将交给现任的董事会，由董事会审核流程并审批。注意
SOA 董事会的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而非董事会推荐，候选人通过竞选来争取董事会的椅子。下一页。根据会员的反馈，SOA 目前面临如下的挑战：一、当前的董事会选举流程可能限制更广泛的代表性，并不总是能引入外部的视角来加强决策。SOA 需要美国、加拿大以外的代表，拿到准精算师5年以上的代表，还有就是精算行业以外的观点。二、目前董事会候选人的确定和选拔的过程缺乏透明度，这可能会造成一些疑虑，或影响一些会员的参与的积极性。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关键的技能和宝贵的经验未能进去董事会。三、当前投票流程并不是将董事会要向形象与候选人带来的智能联系起来，这可能导致某些关键的领域代表性不足。竞选有时会优先考虑候选人的知名度或人气，而非智能。特别对于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候选人而言，可能存在不公平或不利之处。此外，将主席和董事会规则二合为一，可能会做到很大的挑战，因为每个职位所需要的技能点和擅长点也有所不同。四、当前的董事会规模可能使决策过程变慢，从而影响整体的效率。下一页。根据上述的挑战，工作组建议采取以下的行动来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并与 SOA 的战略的目标保持一致。一、为打造更加多元化的董事会，应向更多的会员开放，并接受更多外部的观点。二、为建立公平透明的候选人评估的流程，需确保界定并传递董事会会员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三、为董事会的技能和需要更高的匹配，应调整竞选流程，改为经过全面审查的候选人进行支持或反对的投票。四、为打造一个更精简、更灵活的董事会，SOA 计划将会员数量从目前的18人减少到目标的12人，以便更高效地做出决策并提高参与度。下一页。首先，SOA 想建立一个更多元化的董事会，包括接受外部的成员，引入更广泛的智能、背景和视角，以帮助 SOA 应对未来的挑战。那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一、整体组织结构包括2名或更多来自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成员，以体现社会不断增长的全球会员规模。二、准精算师 ASA 5年以上的会员占 SOA 会员的总数达到30%。目前，他们尚不符合担任董事会成员的资格。SOA 希望通过吸纳最多2名 ASA 担任董事会会员来进行改革。三、SOA 还计划吸引最多2名非精算师，以引领外部的视角，帮助社会应对未来的挑战与机遇。四、SOA 的目标是由一个12人组成的董事会，但根据特殊的情况，包括董事会的过渡和会员投票的情况等，人数可能在10到13人之间。其实，扩大董事会规模并不一定确保多元化。实现多元化有多种的方法，通过缩减董事会的规模，并结合
更有针对性的基于技能和经验的评估流程。我们可以减少董事会成员数量的同时，更可以打造一个更多元化的董事会。下一页。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候选人的评估流程。为确保董事人评估流程的透明度，董事会将每年评估并公布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大家可以现在看看目前我们看到的技能评估表。选举方式 SOA 可以保留会员自己提名的方式，同时 SOA 也可以和专门从事企业管制的专业的公司合作，并根据特定的需要来帮助 SOA 招募和评估候选人，从而保证候选人提拔更加可观。所以，专业公司与提名委员会将共同挑选最符合董事会需求的候选人。下一页。刚才我也介绍了，现有的选举程度相对复杂，可能使实力强劲的候选人望而却步，从而缩小申请人的范围。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会员在选举时候了，他们的知名度相对在美国较弱，可能阻碍了全球的视野的形成。SOA 需要根据董事会每年的需求，制定一套机能与需求的战略匹配方案。这次所提议的流程将确保候选人在选拔的时候是基于董事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而非人事或竞选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董事会的核心的需要包括几个维度：一、公司的治理、财务的监督、科技、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教育、资格认证以及全球的事业等等。下一页。为了更好的使董事会的需求与候选人的技能和经验相匹配，并提高透明度，董事会将每年确定并公报董事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SOA 也成立了 SOA 董事会招募与选拔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与外部的公司合作，招募筛选出最符合董事会需求的候选人。关于选举的方法 ，SOA 也从竞选制调整为投、赞成或反对的选举制。具体来讲，董事会招募与选拔委员会将每年为每一个空缺位推荐一名最符合董事会所需要的技能和经验的候选人，然后会员们会对每会员会成员除了主席团之外的候选人投赞成或反对票。当选主席会保留竞选制，候选人还是要参与竞选，但是 SOA 会留意候选人的竞选的活动，确保他们不会浪费过多的时间在选举的活动上。下一页。为加强领导力并明确职责，工作组将建议将主席和董事会长的职位分开，让每位领导者能专注其特得的职责和专长的领域。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主席和会长的职责挺不一样的。目前这两个职位是同一个来兼，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到每个职位所需要的不同的技能和需求和时间的投入，将两者分开。SOA 可以更好的将个人的优势和经验与每一个角色特定的需求相匹配，从而获得更有效的领导。主席将由 SOA 成员在普选中选出，跟现有的制度一致。董事会会长则由董事会招募和
宣布委员会提名，最多提名3位候选人。董事会会长将由董事会选出，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整体的角度来考量，挑选最合适的领导人选。下一页。最后是董事会的精简高效。SOA 发现，一个规模适中的董事会将促进深入讨论和有效的辩论，有助提高效率，并做出更好、更快的决定，使 SOA 更快地应对 SOA 本身和相关行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SOA 的目标规模是12名成员左右。具体人数可能向下浮动，取决于战略的需求以及是否有合适的候选填补指定的职位。董事会成员任期为3年，设立12名成员既满足了精简董事会的计划，又满足了引入新视角的需要，可以说是实现了最佳的平衡。下一页。我们刚才提到4人的改革的内容，基本已经是介绍完了。此外，SOA 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会员的重要的反馈。首先，SOA 发现会员们普遍对董事会决策缺乏透明度和参与度表现担忧，同时会员会董事会之间的沟通不足。董事会连续员的角色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为解决刚才的问题，工作组提议成立会员领导力咨询委员会 （Leadership Advisory Council），为董事会会员领导层之间建立一个更好的沟通的桥梁，创造更多交流的机会，使董事会能够广泛的听取来自不同会员的多元的观点。委员会成员大约为20多人，包括 SOA 的主席，还有地方还专业社区的负责人。一般一年开会2到3次，审查和评估委员会的宗旨、职责、结构、有效性、董事会的参与的情况等等。其他的主题如教育的途径的更新、企前的挑战、调研的智慧、企业的发展、新的 SOA 产品和服务、优化候选渠道，并且提升会员的体验等等。下一页。此外 ，SOA 还尝试一种新的区域参与的方式，就是在其他的地区，如中国和东南亚等，设立董事会联络官。这些角色将作为董事会与当地的精算之间的桥梁，提高在这些地区的知名度，并加强合作的关系。职位的名称和具体的职责将在未来进一步的明确。下一页。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改革会为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SOA 深知，强而有力的董事会治理对 SOA 的长期发展和未来成功至关重要。通过这些改革，SOA 的目标是：一、建立一套透明的、以技能为基础的评估机制和简单的、简化的投票的流程。以支持会员做出更明确的决定。2、确保董事会能反映全球会员的外部观点，为领导层带来更广泛的见解。3、通过明确的董事会结构设置，鼓励深入的对话，让董事会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并加强把握机遇的能力。下一页。当我们的报告结束后，常常有会员问我，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正精算师 FSA 会员将在今年10月中下旬的一次
特别的精选中就这些章程修改议案进行投票的表决。如此章程的修改议案获得通过，接下来就是分阶段的实施的过渡期，在保持整体过程的稳定的同时，审慎的把这些修改的进行落实。我们期望新的董事会治理结构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顺利的完成全面过渡。下一页。接下来，我将介绍这次过渡计划的具体的内容。SOA 目前是正处于2025年选举的周期，在2025年选举中赢得职位的董事会会员将继续完成他们的任期，不会受到这次改革的影响。多数的改革也将在2026年选举的周四开始。首先启动是提名的流程，SOA 将逐步推进，以确保平稳的过渡。从2027年开始，在新的结构下，SOA 将首次分开选举主席和董事会会长的改革。下一页。那么，作为 SOA 的会员，现在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访问 soa.org/futureboard，正面了解 SOA 董事会治理改革的具体的内容。如你是真 FSA，你可以在10月13号至24号的 SOA 章程修改特别选举期投票。在投票开始的时候，符合条件的真正算是 FSA 会收到电邮。在此 SOA 鼓励各会员密切关注相关的动态，积极的参与投票，并支持本次改革的提案。请留意，章程修改需满足以下任何一项条件才可以通过：一是获得2/3投票者的支持。二是至少有10%的合资格的真正算是 FSA 投票的支持，因此我们非常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并大力支持。下一页。感谢大家的支持。SOA 治理审查专项工作组也很乐意接受大家的提问，如有任何的问题和反馈，可以发送至 gov review@soa.org。最后，我们将在投票期间10月13号至24号举办更多的董事会改革线上说明会。刚才就是 Lisa 也有提到，其中包括另一场中文版的说明会，诚邀你们推荐更多的会员参与，以加深对本次改革了解并给予支持。谢谢各位。好的，非常感谢三分总详尽的这个讲解。然后刚才三分总提到的这个，我们两个一个是网站的信息，以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发送邮件的信息，我们都发送到了这个 chat box，然后大家可以查看一下。然后其实呢，我们今天在提前也收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也希望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来请 Simon 总为大家解读一下。其实刚才就是宣讲的内容比较多，但是会员们会比较关心的其中一个点是说，为什么 SOA 要求未来的董事会要有至少2名国际的董事会的成员？好，谢谢 Lisa。其实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跟大家去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改革是容许而不是强制去做这个事情，嗯所以其实我们有2名国际的董事会的成员呢，是根据我们就是 SOA 的，就是董事会的，就是他们的那个战略的是保持一致。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战略是他们希望是全球的发展。就是嗯在现在的SOA 的会员的人数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美国跟加拿大以外的会员已经慢慢的去增加。我们现在是在设立2名国际的成员的名额的时候了，其实也是跟大家的会员的比例大致是相符。
那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也是有不同的需求。要是我们可以在董事会里面呢，有更多不同的声音，在不同的地区里面呢，也可以是对他们来讲是可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对我们做出一个更正确的决策也是非常的关键的。所以就是在 SOE 在这一次的改革里面呢，也是特别的去把各自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名额也是从1名增加到2名，也是这个最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对，其实谢谢赛文总。然后我们也是董事会改革的一个重大决心之一，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聆听到更多北美地区之外的会员的声音。所以这个2名国际董事会成员在未来的这个整个框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也注意到，那除了这个2名国际董事会的这个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也计划邀请非精算师进入到我们未来的董事会。那是否可以请三文总谈谈这个非精算师进入董事会的重要性？好，谢谢 Lisa。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很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去从外部的视角去给我们一个更全面的这个思考的空间。其实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从 SOA 的战略里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也是会遇到很多不同新的挑战和机遇。那其中一个点就是，我相信大家也是很理解，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嗯新的这个发展。那其实呢，我们希望是说想去开发一些新的那一些呃方向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观点。那这些新的观点也是可能不只是在我们这精算师里面。比如说，我们是在去做把这个非精算师加入董事会的时候了，我们也是一个允许，而不是强制的去做这个嗯事情。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去考量的时候了，比如说人工智能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弱的这个点。那要是我们想在这方面的发展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比较资深的、可续的人士来去参加，还是我们需要在人工智能里面的特别的情景的一些技术的人员来去帮助我们去发展这个新的一个想法，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所以就是从 SOE 的角度，就是希望去把这个董事会去把它开放到有不同的声音，还是做到一个更多人化的一个情景。那然后呢，我们还是想补充一点，我们现在是说，我们有最多的2名的这个非精算师。嗯其实我们在整个刚才提到了董事会里面呢，我们是就是想要去有12名的这个成员，那就是说，那我们还需要10名的精算师。那就是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我们还是从一个精算师的角度，那可以确保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方向呢，也是符合我们精算师的同时，也是可以吸纳了，就是在外部的一些新的观点来帮助我们在往后的发展。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说其他的精算的学会，比如说是美国的产险的精算学会啊，这个 CS 啊，还有英国的精算师的社会的 IFOA 啊，其实他们也是过去的多年里面呢，也是有把非精算师纳入到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去，增加他们不同的这个视角，这个也是可以看到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所以我们还是想去在这方面去多去学习，多做一些尝试，来去把我们未来的发展做得更好。好的，谢谢赛文总。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未来的董事会，能看到外部的成员的这种加入，然后多元化的这种思想，大家的讨论以及碰撞。好的，还有第三个问题给您，就是目前我们其实除了这个组成人员的构成的变化，那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目前的董事会的投票机制是这种竞选制，那未来是会希望朝着这个让会员来投赞成和反对票的这个机制来进行。那如果是变成这样的这个投票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会员们想问一下，如何可以确保我们所有的业务领域都能有代表参与？好，谢谢。
这个就是刚刚好是说到，就是一个非竞争的选举性的一个重要性。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去用一个竞争制的话呢，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去给到我们一个是多元化的这个董事会呢？其实呢，就是SOA 里面也是有做过一个内部的这个调研，他有做到有发现一个情况，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跟大家去分享的。他们有看到是说，要是有一些的条件，它可以达到70%到75%是可以在选举里面赢得的。相信大家也会非常可以理解了。第一，这个人是在美国还是加拿大的？第二，这个候选人是在做这个寿险的行业。第三，他也是有这个计算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在现在选举的情况下了，就是我们有很多参与投票的选民也是来自美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呢，就是要是我们刚才把3种不同的那个情景把它放起来的话，相对来讲是对他们是比较有利，因为就是无论是这个知名度啊，还是这个名次啊，也是对他的这个选举也是比较好。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想在未来多元化的发展里面一个方向呢？因为比如说我们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董事会里面，我们需要一个健康险的人来发展我们未来健康险的一些方向，但是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健康险的一个人的话，要是他是重新从我们旧的那个方式去用一个选举制度的话，他是否可以在这个选举里面去把它尊入我们的这个董事会来去做一个有这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代表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了，就是我们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投票是一个赞成或反对，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第一，我们这个选举是一个非常的透明的一个选举。我们在选举之前已经是根据我们每年的需要，把它不同的要求，还有就是智能，把这个表也是很透明的给每一个会员，他知道这个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当大家也是知道的话呢，其实无论是这个选举的委员会，还有就是我们去把一些就是专业的这个企业管制的公司，他们也是根据我们现在列出来的这个表去筛选那个最好的、最符合我们现在董事会的那一个条件的这个候选人。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在投票赞成和反对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最好的一个条件跟我们董事会最符合的人选把它放进来了。所以我们还是相信，就是说，要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方法落实的话，那其实对我们整个董事会的那一个多元性啊，还是在不同的代表性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在几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比如说是全球化，还是人工智能一些新的一些方向上的，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代表，也是可以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也是挺有帮助的。嗯。好的，谢谢赛门总。然后其实我也想补充一点，因为我们这次改革前也是听了非常多会员给我们的反馈。然后其实会员们之前的反馈比较多的一点是说，大家在这个就是选举制的时候，因为需要去浏览这个候选人的这些 bio，然后需要了解他们的信息。那对于这种我们国际的会员来说，其实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我们有个内部的统计是，可能我并不认识这位候选人，大概是每一个候选人我需要花超过30分钟。来了解他的 bio，了解他的这个履历，然后我再投出我的这个宝贵的一票。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考虑把这个就是选举制改成未来的这种简单一些，然后可以帮助会员们省掉很多时间，来变成这种赞成跟反对票的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好，非常谢谢三门总的时间。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分享的内容的细节非常多。然后，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这种想要去看到更多的信息，然后想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网站，刚才
在发到这个聊天的这个 box 里面，大家可以去点击查看一下。然后我们第二场的这个中文的宣讲会，其实会在大家投票期间举行。然后非常希望各位会员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通知以及邮件的通知，因为我们所有针对中国会员的这些通知都是以中文来进行的。大家第一次看到，大家看到呢就会也是能够非常 highlight 出来。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然后非常感谢 Simon 总，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中午以及美好的周三，好吗？谢谢，谢谢大家的好，参与，好，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拜好，我们拜。再见，拜拜。